9月8，花莲台东一个大地震造成人员的伤亡，厝倒去桥断去，和全台湾乡亲真关心。另外一个焦点就是放山花莲府里这个60石山华语到底应该安怎念？是60担山还是60石山？媒体甲花莲县长简报裁定的是讲的音无共款。当地乡公所就讲爱读石头的石，因为伫日本时代这片山区本来拢是石仔，因为炼石路。错了，结果发现讲，这个山坡顶呢有60粒大粒的石头，这号名叫做60石山。我们从2点多就受困在这边。这是9月8迄天地震了后，有民众调伫山区画面。地点伫花莲真出名的金针花赏花地点，当时花莲县长第一时间就掌握状况。比如说60担山的这个旅客的部分，能留宿的，在昨天都留宿。听起来敢若无问题，不过咱来听另外一段媒体内容。而在60石山山脚下附近的池塘，敢有听出来这两种念法？60担山的部分，而在60石山，一个念60石，一个念60担。结果除了地动，倒一种念法才正确，变作网友讨论的焦点。咱先来听在地人家己是安怎念的。60担山，60担山，60石山。大部分的人嘛拢是念60担，不过甲富里乡景点旅游网站拍开，顶头是写经过辖区富里乡公所确定，该景点正确读音是60石山，不过过去乃念做60担山。文书工作者讲，一切拢是甲当年的农作有关。明治41年1908的时候，当时台湾总督派遣电信调查队到那里调查，当时称为60石轮山，山脚下土质比较肥沃，一甲地可以生产60担的稻谷，所以就称此地为60担。这场地震和60石山正确的念法，让大家了解。加在这摆山区放落去歇一段时间了后，拢会当恢复。未来的金针花海，也是伫60石山等待大家。我是李文，想要关注体育的朋友们，记得收看52动起来，然后还要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赶快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